各位万声里的里面，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咱有足久无堪大家伫空中见面啊吼，因为嘿，咱即届呢，即、个一规堪一规中间休困较久啊，因对，为呢，咱万城诶台湾人协会伫为自2月到5月之间有足侪活动诶，所以我嗯，这讲是规个人伫咧我诶规个家官拢咧烧，所以呢需要休困一下嘿。因为我工课嘛出一寡代志，所以我我会赶，我无烧赶啊，我会我烧其他物件。对，啊，毋过今日要讲的主题其实含即个协会2月到5月伫无用是规个一个 series 的即个活动呢是有关联呐。嗯，啊，即个活动即个主题是一个需要解说足济的主题，因为嘿嘿我逐概较别人讲，别人拢会一个就是听无你咧讲啥的面。嘿，对啊，对，伊的对，因为伊的核心其实伊就是足简单，伊一句话简单一句话，伊核心就是记忆，嘿，啊，就是你倒去厝诶访谈一个长辈，啊，甲画出来。嘿，啊，逐个人听着就想讲，干我屁事，我才真无爱画图。我迄当阵听着发笑咧，对，啊，毋嘿，过趣味诶所在是，你甲即个活动用伫大人囡仔较无共国家诶人身躯面顶，伊就嗯，变做一个对，计划，啊呢，就产生足济料想袂到诶一个变化。嘿，啊，其实这个活动呢，这规组诶吼，一开嘿，始是咱诶会长介绍来诶，伊就甲我嗯哼，讲有一个导演含一个高中，呃，高雄女中诶一个退休诶美术老师呢，要来嘿，澳洲巡回演讲，嘿，啊有内容呢，就是几套诶，有电影，啊嗯，有即个线顶课，啊佫有讲座含 workshop，嘿，啊，我本来想讲，啊，这啥物奇怪活动啊，啊，导演佫讲要敲电话互我，啊，因为嘿，阮诶迄个会长伊当时啊，就是家己诶想出舞出一寡有诶无诶活动，啊，有嘿，足济足济时我是爱需要就一直甲拍枪，啊无我会真正是逐工无用这就食饱嘿。嘿嘿嘿嘿，啊，毋过后来我牵即个导演敲电话来甲我讲，伊嗯，甲我解说，我就想感觉，会通哦。嘿，而且呢，这牵我这几年来家己做诶即个功课足接近诶，所以我就决定讲嘿，甲即个活动甲接落来。嘿嘿嘿，因为你之前一开始甲我讲诶时阵，我其实有真无想要做，伊就是爱上课、甲画图、甲访问，啊，佮加上我对画图做无信心诶。啊，你当阵给我哦，摕一本册互我看嘛，你讲我会当先甲一本册看看，爱大概知影伫做啥安尼。啊，毋过我甲暂时拢无看。不要紧，因为我嘛无看。啊，毋过我就是前几礼拜吧，我摕一本来我摕迄本册来掀一个时阵，我发觉，内底佫有看着我熟悉诶人呢。哦，真诶？嘿。哦，反正就是后尾就是转一个念头是看嘛，啊无会当去上课上看觅，结果一上第一节课就考甲密密麻麻。哦，对啊，系啊，因为迄个美术老师有讲足济，伊进前诶带学生做即个计划诶即个一寡例啦，啊，足济人嗯，就是转去甲阿公阿嬷讲话，对，啊对对对，就你看知影这故事若是有牵涉着阿公阿嬷，逐个就是会晓嘛。真诶，嘿，对啊，毋过我嗯，感觉诚好就是老师伊其实因为我感觉伊诚好，就是互甲逐个做一个心理建设，就是你袂晓画图无要紧，嗯，你重点是你迄个心，对对嘿，对对对，伊佫会教你一寡头一步诶方式，嘿。好啊，因为进前我袂记你对之前我有讲着我即个回乡诶路啊，就是我嘿，有转去问阮阿爸迄边迄个长辈诶故事。嘿，啊，旧年年底呢，我读即本陈柔縉老师写诶即个《大港诶女儿》啊，嘿，我嘛就想要知影阮阿嬷诶故事。啊，哦，因为伊嘛是因为阮阿嬷嘛是大港诶女儿，因为迄个大港诶女儿内底迄个
查某囡仔，迄个主角伊的故事，甲阮阿嬷小可相像呢。因拢是因为阮阿嬷是30年代出世伫迄盐埕堡大汉的查某囡仔。啊，虽然讲伊无去日本拍拼，无迄个主角遐好命，啊，毋过伊嘛是伫高雄做生意啊，所以伊内底讲着一寡地名，一寡迄个故事去上学校啥物货，我拢感觉，我愈看愈想要知影讲，阮阿嬷是安怎大汉的。啊，你愈学呢，你就愈发觉讲，真正我足济毋知影故事，所以即个计划就是本来是安尼开始的。简单讲呢，即个计划其实是一个叫做陈慧琳的导演开始的。啊，伊开始即个计划了后，伊就找甲伊做伙过工课，因为伊进前嘛是伫学校做美术老师。啊，伊就去找甲伊做过美术老师的同事，就是伊的前同事就对啦。找因来讲，你要甲我合作无？啊，就是叫遮的美术老师咧上美术课的时阵，叫学生转去问厝邻的时代，因的人生的故事。啊，足意外就是问着足济即个台湾的历史的即个一段一段无写伫历史册内底的历史。啊，最后伊就甲加做一部纪录片，叫做《互阿嬷的一张批》安尼。啊，后来即个计划就展开啊。即个老师嘛带囡仔去访问眷村内底无后代遐老兵。啊，因会感觉足感动，因为因住伫遐嘛无囝儿，无人要甲插销。结果有一群高中生来讲要甲因翕相，甲因画图，因感觉哇，有人要听我的故事，足感动的。啊，老师嘛去偏乡带囡仔，就是爬山落海去带囡仔画图。啊，因为遮的囡仔因毋是都市囡仔，因资源较欠缺，啊，有一寡是可能是阿公阿嬷带大汉的。啊，所以伊带因画图即个过程当中，因当理解阿爸母无伫因身躯边，因阿爸母是会辛苦，啊，佮有因嘛会当增加因家己的自信心，因为偏乡的囡仔因会通常会较无自信。啊，除了这以外，伊几年进前嘛，有去美国去遐记录早期为台湾移民过美国的遐的长辈。啊，今年呢，因搁去到即个德国的即个难民的收容机构，带即个导览去德国的人画家己画故乡的故事，安尼就变做有足济无共款的做法就对啊。啊，阮遮慢下的部分呢，咱会讲分做4个部分。咱就是有先上即个线顶课，啊了呢去看即导演的纪录片。5月呢，导演甲老师佮做伙来办即个 workshop。啊，伊佮第4个部分就是带咱内底人呢去访谈万城资深的即个台湾的前辈。啊，线顶课是今年2月开始的，啊，咱嘛是头一节课的功课，就是倒去厝的访谈一个时段。啊，了后美术老师就用剩的4节课，带大家为构图啊、选家私啊、画色啊，啊了后甲即个长辈的人含故事画出来伫一张纸面顶。啊，后来老师含导演来到万城，带咱协会志工的含有参加讲座的人做伙来做一个 workshop， 共款就是带大家画一个生命当中重要的人。啊，最后就是咱即几个有上线顶课的人，找2个重要的协会的成员去因兜访谈，啊，有的人负责摄影，啊，有的人访谈，有的人现场画图，安尼。就是这4个部分啊。啊，我伫线顶课的时阵呢，有是选择画我高雄的阿嬷，就是阮阿母迄边的。啊，毋过因为阮阿嬷2冬前的，伊跋倒了有小可中风。所以变做即马就足少咧活动，啊，有当时有小可舞袂清楚，即马是啥物时空对，啊，佮加上讲我原底是3月要转去，啊，无转去，其实我就无访谈，我就是先用透过阮母啊进前甲我讲的遐故事，小可斗的。我想讲
我暑假回去才补一寡细节，所以我咧画的时阵其实有些块心虚啊，因为我感觉讲，我即摆画的是我想象出来的阿嬷，还是真正的阿嬷？哦，对啊，其实阮阿嬷以前嘛是会讲伊一寡细汉含少年的时的代志啦，毋过人就是安尼，伊伫你面头前讲一个，你袂去特别去要伊，而且你若逐工拢生活做伙，你会确实恁足熟诶哦。尤其是我细汉时阵，基本上就是伫阿嬷因兜大汉诶。毋过到我要去斗出伊诶故事诶时阵，我才感觉讲，哎哟，内底其实有足济是空白诶，就是我其实堪伊无遐熟呢。嘿啊，我甲阮阿嬷诶关系其实嘛真奇妙，就是我是伊诶大汉查某囝诶大汉查某囝，毋过其实我毋是厝内底，我毋是家族内底上大汉诶，我面顶阁有一个表姊，伊差我1岁，所以中女呢会遇到遐问题我拢无。而且阮妈足够甲我挡，伊是阮妈是我诶 human shield。阮阿嬷诶人生前半段，我感觉搁介迄落杜峰潜水，就是乘风破浪，为伊自细汉就做生理饲家，大汉结婚了嘛是靠伊饲家。伊遮有主见，伊后半世人嘛是因为伊伤有主见啊，所以伊就甲伊诶生活愈活愈少。所以就是人叫伊要去运动，叫伊爱去运动，伊就无爱，就是迄款诶，较袂骨，安怎？就讲袂听啦，伤有主见啊！伊就讲恁遮诶人是咧捌几粒诶，捌几粒。所以伊较面阮母啊做生理诶时阵嘛会定冤家啊。另外嘛，因为阮阿嬷是生理人，我其实无迄款啥物怀念阿嬷诶滋味迄款情绪，因为我其实足少食着阮阿嬷煮诶菜，加是伊煮来要卖，我摕去食，毋是要煮互我，毋是要煮互我食诶。做伙无啥物阿嬷诶爱迄款，阿嬷诶爱拢是一个红包。你嘛真好啊！对，阮兜拢是用钱咧讲感情，因为生理人嘛，嘛无迄款啥物爱我去倒位佚佗诶迄款剧情啊，因为职业妇女哪有时间陪囡仔耍？对。毋过我嘛是感觉伊对即个趁钱态度，阁有伊无甲因翁当做一回事迄个精神，影响着我。对，可惜是讲伊青菜的部分呢，就无影响着我。恁知影因迄当阵受即个日本文化影响，伊出门拢爱青菜足整齐。毋过我是定定拢穿裙衫出门。你为啥？我有诶是阮爸爸，已经过身啦，所以我伫准备故事诶时阵，我伫想我细汉诶时阵，因甲我讲伊诶人生故事，嘛无算人生故事，因为就是开讲诶时阵会讲一只嘛，就甲斗做伙嘛，就像你头拄仔讲诶，就是逐工住做伙，若真正要斗故事诶时阵，才会发现讲有足济毋知诶，足济毋知，就是因为我甲伊诶年岁差距足大，伊44岁时阵才生我。是阮妈，伊44岁是阮妈才生我，毋是伊生我。佮加上伊是迄款做传统诶台湾查甫，所以我甲阮爸毋是足亲。毋过伊阁袂限制阮诶发展，伊定定讲诶就是你若毋读册，以后是要做女工呢。毋过我若做啥物代志毋对，伊就讲吼，迄大学诶册阮读去考遮片仔去啊。到底是爱读册是？毋知影，毋过伊就是伊对阮，伊就是无限制阮诶发展嘛。毋过伊足注重阮诶规矩，莫学歹安尼。因为阮爸国小毕业就无继续读册
因迄个年代做正常诶代志嘛。你头拄有讲对，着讲恁阿嬷受着日本文化诶影响，就是出门拢爱穿插甲水真济。我感觉阮爸爸嘛有一点仔安尼，毋过嗯伊是无受着日本教育啊，伊是出门一定要穿靴子甲皮鞋，嗯，嘿，伊诶衫拄无 T 恤即款物件，穿哦，着是拢靴子，嘿。伊对我诶影响，我感觉就是伊互阮阿母足大诶自由，所以我伫选另外一半诶时阵，着有即个条件，就是爱互我足大诶自由。佫有伊对人做好做歹，伊诶喙听着伊讲别人诶闲话安尼。嗯，对啊，毋过我我感觉即点学无学好。嘛毋是闲话，就是嘿安尼啊。嘛有可能伊是甲因朋友讲，所以无听着。我感觉应该毋是。我感觉上好笑的是，你甲你诶话摕出来的时阵，会长就比一个角啊，讲即个旗仔是啥？伊讲嘿，迄个是台湾旗，因为恁爸爸是迄个支持台湾独立诶。对对对。会长就讲加100分。多积分。对，就笑的，对啊，嗯啊，对，伫迄个嗯，workshop 的时阵啊，嘿，足济就是足济志工拢为因家己的父母嘛，最对后分享的时阵，尤其是因为足久无转去厝诶，逐个拢目屎流目屎滴，对。上好笑的是上上上上起头分享的一个志工吧，伊分对，享的时阵吼甲话拢讲袂真好。的。等互伊情绪整理好了后，常常讲一句：“无啦，阮母还袂死，我一时就想伊。”我真正会我笑。我看大家拢咧穿咧，我看大家拢咧穿嘛，所以结果伊讲迄句真正实在。对啊，嘿，嘛有即寡志工伊足意外，就是咧画的过程当中，伊早就是带出即个地区身份认同的即个议题，我嘛感觉诚趣味。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啊，我其实本来嘛是足怀疑的，想讲你带志工做这想要创啥？哦，毋过我足意外，因为平常时咱含志工是做伙办活动，对，加就知影讲对方介意食啥，平常有啥物兴趣。嘿，毋过即马会竟然咱知影对方诶人生诶故事，常常感觉哦。含对方诶即个感情变甲足麻诶。我最嗯，介一开始老师伫带迄个逐个印象中诶食物是啥物？对对嘿，对因为逐个真正拣诶物件拢无共，对，逐个地区诶物件嘛拢无共。对对，嘿，迄工有足济宜兰人诶呢。真会对嘿。对对对嘿嘿啊，嘿嘿。恁拢讲一寡我无听过诶物件，对。真正是差足济。对我感觉知影对方诶人生故事真趣味。有记诶内对，底有一个是厝内底卖早顿诶，嗯我着做会当体会，做会当理解，因为阮妈以前嘛捌卖过早顿，所以学讲啥饭圆还是两饼迄伊拢无啥物食，迄我感觉我做会当体会，因为就是食甲嗯歹食。对对对，平常时有活动出来，其实嘛拢袂足亲热诶去开讲。毋过，就是因为即届活动，就互你改变对其他人诶看法甲印象，开讲嗯诶内容嘛会变甲无共。对嗯啊，真正诚神奇。另外嗯。一个我印象较深诶是老师咧算迄，就是你会记得恁阿公阿嬷诶名，对，含恁阿这嘛是。祖诶名，对。吼，我对啊，足神奇诶呢。其实足济人毋知影因阿公阿嬷诶名。而嘿，且老师佫有讲哦，应该是吧，就是即马愈少年诶人，就愈毋知影阿公阿嬷诶代志诶。真诶，嘿嘿嘿我嘿，感觉足可惜诶。真诶，我感觉阮囝毋知阮爸爸妈妈诶名，我感觉伊嘛毋知因阿公阿嬷诶名。哦，因为平常时拢袂去讲这啊。
啊叫阿公阿嬷就叫 grandma，啊无是阿婆啊，袂去叫因的名。哦，对。系啊，我会记得细汉时阵啊，逐届学校去一个新的学校，比如讲去入去国中，还是入去高中的时阵，学校拢会分一张纸，好转来互你填恁阿公阿嬷含恁阿爸母叫啥物名。哦，真的。对啊，啊，毋过我迄当阵拢感觉足奇怪，你要知影这创啥？啊，毋过我感觉伫台湾咧填迄个学校，可能是早期有一寡较政治的因素，我感觉嘿。啊，毋过我感觉即马变甲咱毋免互学校知影即件代志，但啊，毋过咱可能感觉应该是爱鼓励逐个转去蚪厝内时代开讲。对，真的。系啊，系啊。系啊。啊，煞来讲到即个计划的一个上重要的部分呢，就是迄个访谈嘛，就是迄当阵呢足趣味，就是导演一直讲要找即个基佬来访谈。啊，因为因伫美国呢，就是拄好有收集一寡早期乌名单的故事。啊，毋过其实英国的台湾移民的迄个理路，甲美国足无共的。根据一个英国足少数一位乌名单的长辈讲，早期来英国绝大部分是像胡志强迄款伫国民党综合进出来的。嘿，啊，大部分的乌名单其实拢是为美国走较济。所以而且尤其是万城上老的台湾人，差不多可能60-70岁尔。啊，而且60岁以上的平常时其实就少出来行大的，咱嘛接触袂到。所以后来我就找两位协会内底的即个创社的成员，因拢是50岁以上啦，安尼算是得要变基佬啊。啊，毋过因拢伫万城，因拢伫外国住20-30冬啊，其实嘛是算真资深啊。对。啊，头一位呢，因两个故事，我感觉迄两届访谈，我感觉足感动啊，都有足济足好的故事。头一位是咱的即个财务大哥啊，Michael。其实我找伊的时阵，小可有一寡私心，因为我感觉伊种神秘的，平常时间啊，即个请钱的时阵才会讲到话。我一开始其实咧访谈的时阵，较注重伫伊少年时阵的经历，就是伊住过倒位，做过啥，啊又比如讲伊有经历一寡足重要的历史事件，像迄个香港97回归迄当阵，伊拄啊住伫香港，啊伊回归过转港转台湾。嘿，啊，而且伊规人互我一款就是贵公主的感觉。你敢知就是迄款都市，而且毋是行到都市，是台北市中心大汉的迄款好野人，因兜的囡仔。才会当出国读册，因为伊拢一直互我即个印象。可能因为伊讲话穿插啥物嘛，较优雅，所以我会感觉安尼。结果因兜竟然是伫东山咧饲鹅的，宜兰东山咧饲鹅的。细汉时阵拢去东山河内底游泳，跟我想着就无共。对啊。嘿，啊，另外一个足趣味的是，因为因我毋知是毋是因为安尼，因老爸是咧走船的。啊，毋过即马咧读硕士，退休了后咧读册。因爸爸伫读硕士。系啊，因爸爸退休了后咧读册啊。哇！走去读册，对啊，足神奇的。系啊。因为因爸爸走船嘛。伊大汉了，伊即马上喜欢耍的是迄个 sailing， 就是帆船。规个访谈互我上感动，是因为因查某囝最近几年伫学校过了较辛苦，就专家对伊陪伊做伙疗养。即个过程呢，其实有囡仔的人应该就有到会当了解，就是足辛苦嘛，足心疼的。即工呢，阮本来是分派即个画图的工课，因为咱以来爱有一个人访谈，有一个人摄影，还有一个人画图嘛，爱有3个人。会长我就甲派讲叫会长去负责画图。毋过会长呢，伊就是足笨蛋话，伊就只想要甲这个工课外包，伊就伫遐想空想芳，要叫 Michael 因某来画。后来 Michael 因某就建议讲会当叫因查某囝画，甲伊叫落来。了后咱就看因爸母母仔囝
爸仔囝两个人，因为要讨论讲即个话面顶爱放啥物元素，慢慢啊甲伊心泡开，了就感觉介身边啊拢无其他的人共款，就开始讲一寡心事安尼。哇，我感觉实在是，而且下晡会长佫甲因邀去下晡的迄个 workshop。workshop 内底老师毋是讲逐个人爱画一个对生命当中重要的人嘛？对。迄个 Michael 因囝就是继续甲伊的画完成。对。Michael 呢，就画因囝。佫讲因囝迄当阵因住伫台湾的时阵，逐概去迄个幼稚园接伊下课，就带伊去一间咖啡厅食咖啡。迄当阵伊的笑面安尼，哇！我感觉够感动诶，真诶。嘿。第二位即个万城基佬呢，是逐概阮办活动的时阵，拢来斗扣粪扫的大姊。伊伫遮固定逐个月拢会用主席的名义去即个家友的收容中心煮饭互因食。逐概咱万城的基南救助协会若有啥物代志，拢是伊咧处理。比如讲啥物有台湾人过身，毋过尸体无去啊，无是有人嘛是。拢是足奇怪啦，对啊，嘛有人就是常过身替因爸母来处理一寡后壁代志上特别的是，伊一届佫伫迄个教堂内底办一个公祭，带大家伫遐唱阿弥陀佛。对，毋过我即个感觉伊实在是有够厉害，伊当有法度主持公祭。我伫后壁明明都无看过迄个人，毋过我伫后壁好甲毋知人。我感觉伊是做到讲故事的人。对。伊就是一个足热心的大姊啦。对。一个姊啊，我嘛是头一摆听到伊的人生的故事，因为我逐概看到伊就感觉伊即个人过甲足快乐诶，家庭幸福美满，安尼啥物拢足欢喜诶。嘛袂堪人玩啥，袂甲人争啥，逐工伊就是伊的 passion， 就是伊要去煮饭互人食，伊要甲人斗相共。毋过伊少年的时阵嘛是乘风破浪诶，伊啥物去卖啥物盗版 CD 啊，互警察用，佫无趁着钱。伊讲啥物互警察掠去个警察局了后，因为伊无钱通买物件，叫警察请伊食酷辣。对。我甲生前做好笑。对。后来就是真正无钱，佫想要出国，有人叫伊去伦敦甲伊斗顾囡仔，迄当阵是用迄个旅游的签证入去的。佫互伊当时熟悉未来的变做因翁的迄个查甫恐吓讲要甲伊检举。这是啥物故事啊？毋过因迄是90年代发生的代志，迄当阵英国迄个签证还无遐严的啦。伊是重男轻女的家庭大汉的，家庭嘛无互伊啥物资源，嘛无啥物，无迄款传统的家长的家庭，就是你袂感受到足济爱啦。毋过伊好啊大汉伊佫来到万城，伫遮甲伊的爱拢分出去，伊伫社区内底办一个外国妈妈的聚会。伫迄个无网络、无啥物饲囝资源的年代，伊就甲逐个靠做伙，逐个靠北红，迄个大家打官靠北红晒，分享资源甲即个压力咧拢放出来。我听了感觉讲，哇！我即摆伫遐靠北讲迄个办活动就辛苦，实在是伤毋知好歹。我讲你会当靠北毋知办活动足辛苦，甲他出一支嘴的人。毋通讲出来。我感觉熟悉你即句，我嘛是因为上这课甲你去做伙去访谈，才知影原来你是这感性的人。无啦，我就是足够好的啊。我凊彩嘛拢会当好。而且
伫遐讲讲诶，啊老师嘛伫遐睏，我看网睏，我就蹲咧睏，啊规间厝拢咧睏，嗯，我感觉对着迄个阿伯里的访问，我感觉伊的人生故事，佮加上伊后来分享的伊个婚姻几啊个，互我感觉人真正爱有信念。就是伊因为就是有一个信念甲，因为就是有一个信念，所以伊会当当着遮个代志，佮会当安尼继续落啊。就是做正面的去共斗相共安尼。嘿，啊，佮有就是无啥物物件比性命佮较重要诶。哦，真正诶，就是你若伫外口拄着困难，着找身躯边诶人斗相共，真诶。对，对，嘛无需要。迄个，因为我感觉逐个伫外口，定定拢是报喜不报忧啊。对，就是对厝内人，就是讲好诶代志，拢无讲困难诶代志。啊，毋过有足侪足可怜诶故事，就是拢无甲厝里人来讲，啊，最后真正见面诶时阵，已经是无法度挽回，迄真正，迄爸母偌疼。真诶。对，所以我感觉即届即个活动啊，互我感觉有足侪想法啦，嘛有收到足侪无共诶物件。比如讲你咧讲遮个代志诶时阵，像为 Michael 含阿伯伫诶故事，伊就是你会学着足侪是历史诶册本面顶未出现诶历史。对，比如讲阿伯伫讲诶，伊讲着中华商场诶，啊有啥物网咖迄当阵有啥物竹仔厝。我看哇，这是我完全无看过诶台北呢。系啊，系啊，系啊，你就是透过遮个故事，你咱会当打造家己诶故事。对，有小可像诶台湾漫游录有无？伊嘛是讲一个，就是历史面顶有历史内底有出现过诶历史，啊，毋过无写甲遐有。咱家己用家己诶方式去甲即个故事讲出来。对，我感觉这一个拢是足珍贵诶故事。无错。对，而且透过咱来访谈，即个过程当中，互相信任，甲家己诶心泡开，会当讲出家己诶故事。即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当创造一个足深度诶即个连结。对。即个连结就是袂讲破就破。你若有即个连结啊，而且尤其是比如讲迄个 workshop，咱是遮侪人咧做，遮侪人你看我之间，你看伊之间拢有连结，咱就变做一个网络啊。安尼规个就变做一个社群啊。我感觉是你去了解别人诶人生故事，你就会当对伊即个人有更加，嘛袂当讲更加深诶理解，就是你会对有一寡深度诶理解。所以若真正发生啥物问题诶话，就是像你讲诶，就是即个感情较袂遮简单就散去安尼啊。对。而且你看迄个，咱咧看迄个剧诶时阵嘛，有当时因拢讲即个角色足宝诶，都是因为伊后壁故事无出来。毋过，所以你就想象讲，咱即摆是咧搬一出剧，即摆你人生当中出现遮个角色，拢是即个剧内底诶角色。你若无去理解因诶故事，遮个角色拢会足薄诶。毋过你若去了解因后壁诶故事，因诶历史，伊即个角色就变立体啊，变 3D。嘿，我感觉，这规个其实规个迄个心理变化是足济。而且佫会当，我感觉尤其是 Michael 甲因查某囝之间迄个拍开诶迄个感觉，真正是足互人足感动诶。所以老师就有讲，即个艺术啊，其实这嘛毋是啥物足困难诶代志，就是你笔摕起来，重点是即个感情诶交流。嘿。我感觉之前你上课时阵毋知是毋是倒就讲其实你伫画也是伫讲故事诶时阵，嘛是伫治疗你诶。对，
对，这就是我要讲的，因为就是都有小可参像迄个艺术治疗啊。对对对，哦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对。我感觉尤其伫Michael 卡物件的即个例内底，都看到就是这点。真的真的。对。好。所以对，所以我感觉即个活动真正是真有意义啊。尤其是对啊，拄则像拄则讲的，即个角色伊的迄落伊的故事若变较立体啊，伊即个人伊是啥物款的，伊啥物款的个性，啊，即个个性是倒位来的，你当理解了后，你就对伊后壁做的一寡选择，你会变较会当理解，啊嘛较袂遐，就是足紧的 jump to conclusion 安尼。对。嘿，对啊，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足趣味的活动。真的。啊嘛是透过记忆这件代志去创造未来。我感觉这就唔知就 quantum physics。我白讲的，我其实唔知 quantum physics 是啥货，读袂晓。对。好啊，所以对，这就是我含即个往来咱两个人的经历这3个月即个计划的一寡想法。对。啊，未来我感觉其实我真正有真想要做一个计划，就是甲比如讲万城的台湾人拢咧创啥，变做一个 podcast， 啊无就是讲甲因的故事留伫啥物所在。因为我感觉足侪时间是人和人之间无理解，才会产生误会。对。比如讲，我一开始想要做 podcast 有一部分，我嘛是想要访谈一寡伫结婚来到英国的一寡台湾人。因为有的人会讲，恁遮的人就是啥物下洋调啦，啊无就是啥物讲恁拢会，就是会甲恁搭一寡有诶无诶标签。啊，毋过我感觉有当时你真正去熟悉遮诶人，你有法讲其实遮诶人因拢足无共诶。所有诶人伊用啥物方式留落来，伊安怎伫遮生活，安怎去看遮诶社群去互动，拢是足无共款诶。对。所以你若去甲遮诶角色拢建立出来，你逐个去理解你遮诶群体是啥物款诶人，其实是有帮对这个社会互相理解、互相体会是有帮助的。对。所以我本来就是有这个想法要做遮的代志。啊，毋过我感觉这个计划出现，感觉可能呢无定着咱一直去收集台湾人的伫万城的台湾人的一寡话啊、看面的这个访谈，最后会当变做一个3档5档了，变做一个展览，就是万城台湾人是拢伫咧万城创变什么网。嘿，对。变高网。对。啊，毋过呢，这个计划实在是伤侪代志啊，我先用讲诶。大家若对这个计划有兴趣，啊，想要伫家己的社群呢做一寡无共款的代志，会当先去找一本册叫做《伫遗忘之前》。我还这台语就奇怪，在遗忘之前。啊，就是咧讲这个导师的集体记忆课程的这个记录。啊，因之前嘛有办过足侪展览的。嘿。啊，还有这个导演的这个互阿嬷的一张批的这个纪录片嘛会当看。安尼。好。感谢大家，感谢。安尼到这就祝大家，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做菜请人客，小心伊的土地。有了清芳过一阵，青菜水国青。来来落水客，参农民徛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客，请人客，小心伊的土地。有了清芳过一阵，青菜水国青。